好听就是到我讲伊成道业团的当中，是着十个王子的当中，随时成做，当然伊嘛是为出家就对啦，是十个王子就是大通必胜物业者，十个王子。那么咧，这个当中咧，在西方东方有两物，就是十个王子有两位啦，东南方嘛有两位，南方嘛有两位，拢两位不就对啦，到迄个西南方，到西方，西方若有两位，嘛是有两位，其中就是一个是阴德啦，阴德物啦，这是互我所了解。咱迄个世尊拜地个呢，拜的第16位啦，释迦牟尼佛，这是我发觉，这是这个典故，这个是咱释迦牟尼佛伊法华经所家己自我阐述的无即读散知影，伊佛咧到迄个境界当中过去的代志，足清楚啦，是。伊安尼当中的做一显示，互我较早想讲阿弥陀咧，他问阿弥陀西方告诉是啥？是安尼这是互我一个了解。无啦，伊迄个啥物咧，方心本来讲啦西方教主较早叫做两位，叫一个准提道理，甲一个接引道理啦这是方心本所记载的当然呢，他拄咱点的时间伊安尼嘛讲个足清楚所以讲咧，圆通圆师啦若是有天安啦，有开安啦，永安啦，有降安啦，当然咧，对一个拢写成啦。伊这个人安人在处一般啦，若要讲的就是安尼。你连教队当中，你一个当下当中，你着自己自身着当下清净毋免着讲去别个所在，我伫啥物方面，啥物处所，是互我会使做袂清净的。对代志如果你做袂清净，好悔啦，可悔个呐。所以讲咧，讲要清净到遐简单，事实咧真正毋是遐简单啦。无阮迄个书写讲诶，讲伫世间诶时阵较好修啦。较好修，因为有遮济诸事因缘咧，甲咱做了，咧甲咱考验，咧甲咱试炼，咧甲咱考验。事实讲诶，你若当下身无肉体，会发脾气咧啦。你遮个时阵有足济人事物诶一个因缘，甲你左右，甲你影响，看你心会动咧，看你心过会如如不动，过会拢袂讲无清净。所以讲你讲清净，真正足难的。所以讲咧，甲咱人这代志诸事因缘足济好足杂的，是差不多互阮迄个互我伫遐有条件听伊咧通迄个信息伊讲好，代志足济足烦的我差不多过来讲叫师讲伊用，我来怎么办？伊讲好，伊佫讲我无你上班，伊讲3月安尼就安尼啦所以讲咧，若是足济代志就是安尼。所以讲咧，因为有足济事情咧，意思咧，咱袂当清净，甚至咧，咱袂当真正达到迄个究竟。所以讲，你讲随所处处平安乐，我嘛一个有些真正经验。较早伊调布前时阵我去泰国办道，就是讲若去真正，若叫做水果讲有时过苦地真正足歹过。我若有解偌好过啦。你讲莫讲臭腐味甚物的，去人兜遐困，是佫足济人。甚至啦，拢会迄个下言下言讲听下言一摆做好笑的就对。咱较早以前伫迄个啥，伫咱迄个孔明用道，咱马国迄间第一间中心。
伊足简单的，甚至优点的书啊，甲去，参加的书嘛有去，即摆规个困难活动，因为无所在，拢出一个迄个树啊，困。事实讲诶，人讲好困的人早就已经毋知困到第几点尔，较早就咧讲安尼伊互拄困伫优点的书的边即摆困。即摆伊阮已经困过，互一第一暗来讲啦咱真人者第一暗拢袂困着，第二暗真人者就做好困，阵困伫我边仔是在因顾问啦。第一暗无啥困，第二暗我了就讲顾问咱昨夜困了好，我讲第二个，我困了足好对啦，第二个困了足安稳的，表示讲有困。伊互我困伫边互我困伫伊的边到我来第4年、第5年，即摆咱迄个啥因才经营过去时，规工拢困伫房间对啦。第尾期的时来，我困伫尤经理的边煞去尤经理迄个财经理的，我看伊暗头就看伊摕批啦、摕树就准备来处理尤经理的边即摆。处理迄边的时阵即摆就开始下咧开始困尤经理即摆人家打出，奇怪，尤经理太拢毋困，人迄个财经理嘛困到第几点听咧嗨安尼嗨，是个是啊，但是迄是啊，影响足大咧，影响足大啦尤经理即摆起来要到起火，本来火拢关会对不对？起火就来切落倒，当个关起来，倒开时都用真正我调去无声，但是佫关起来时佫开始啊对个，我怎会笑？即摆我看伊经理讲毋通困袂去，就落下底咱迄个负责伊阵咱那里楼骹佫咧设地块，伊阵佫咧开工，伊阵就困。我看伊那是用油嘞，我即摆开始，我看伊今日我就回去，我困当时咧到过长知啦加长工会知迄个尤经理佫讲话伊讲你用看3年，我必死话你是我若是有咧困，伊一个财经理边对，其实有无啥好困对啦，我无啥好困。其实是有迄个去办桌当中，有时安尼真正真正是有时佫真正忝的时阵，真正较好困，有的时阵真正真歹困，是我标负责去迄平阳办桌，咱咧住伫咧人咧眷村内底，咱咧做亲的迄个囝办桌，同我住伫遐，咱无够偌好困，事实讲的若有经历过真正有即个代志事实讲真正要讲，人讲死无求饱，居无求安，早圣人安尼讲，守办桌就是安尼。你伫换个环境内底，事实的有影，咱家己真正，咱真正爱克服家己，咱家己爱自我清净，自我定性，无事实讲的。你毋困，人就拢已经毋通困到第几点？你若毋困到第5咧死，是迄个时阵甲抓着，是咧赤鸟透早就天光个就开叫，安尼，所以讲咧，有当时是会好势啦。就是甲我叫咱负责人，咱共款啦，以阵咱就无所在，我交办抓着咱困伫咱负责人以阵调论书，咱拢爱处理下底。若无调论书，教咧去伫床顶困，咱袂使叫伊同齐困。迄阵咱拢安尼，我去上班嘛是安尼，另外人才咱来处理边所以讲迄是一个礼貌，一个规矩。事实是安尼。咱迄个，互我交办组长，我另外困伫咱迄个负责人的骹尾伊会困伫咱负责人的名字边即右手的边咱负责人有时暗时咱会加仔嗨两声，拄则也是半声大声。出大声，为了我讲了较迄落个较保守啦，我无讲甲迄好。
互我用交伊吼，有咱较早咱咧办桌，咱交伊讲伊过，互我知影。哦，爱甲做奖哦，我咧海的时阵哦，像我人 A 咧，甲点啊，甲迄个吴建林哦，我背，我你做伙打咧，你做伙打咧，甲点啊输哦，出席咧袂使。哦，伊即摆咧海的时阵，伫伊袂困一日，甲飞。哦，是安尼啦，这是咧讲笑。哦，事实讲啊，伊也是啊，一寡代志哦，而且咧讲的吼，知影讲哦，咱真正新办的过程内底，真正经历过，真正足侪是咱迄个阿六嘛吼，咱咧是拄我讲到遮，阿六吼，伊是咱离乡村尔啊，阮吼，我念老师，叫人才足侪，我困伊共一间，有事实遐侪人咧困啊吼，但是啊，你若有家己吼，家己迄个条件吼，事实讲啊，你免哪困会安稳，可能的代志啦吼。安尼阿六吼，伊太平分去交迄个乡村爸爸困工兵，困到半暝啊，煞走来咧，点到书迄间就讲，伊袂过去，有人咧甲饲来滚，我讲你是安怎人饲后滚，饲甲会惊，我走点到书一间房间啦。所以讲哦，足一个代志啦吼，这个代志，而且提出来叫咱做一个咱一个分享啦吼。所以讲诶，真正拄着代志，咱知影讲哦，免随处安乐，事实讲真正是无简单，不简单。真正咱这个心吼，真正爱甲安住好势。安那是爱靠咱家己啦吼。所以讲咧，当然咧，这个所在遮咱有做咧。有迄个有气数咧，伫这气数里遮有即个一寡基本的代志。事实，即个咱有做咧回应，水果拢建立咱人的心，建立咱人的心性。所以讲咧，书本心地当然咧无不善，所以讲咧西方理处咧不怨啦不怨就是讲你讲善，存善心。所以讲西方咧，若要讲在千里，近在咱前，只是在咱力量之间尔。若要讲开是安尼，你若怀着不善的心，当然咧，不善的心，当然咱知影，这袂上解说，就是无好的心，对人有伤害的心，这拢是不善。所以讲咧，对人不利的，这拢是不善的心。所以讲，你若要讲你心怀不轨，心怀不善，当然你要念佛，是说讲我真正讲要念在你心内所叫你想的念咧，讲言行无一致，言行不一，那么安尼表面咧讲的一套，做的搁一套，那么安尼言行不一啦，安尼嘛无符合实际。所以讲要念佛，事实讲要甲迄个境界。有法度教，所以已经有做咧，已经牵涉到足清楚啦。所以讲咧，当然咧，这个当中有做甲你教十有十恶罪行，就是10万。八成就是讲这无好诶，头拄仔咱点了书讲诶，后壁这有写念，这拢无好诶物件。所以讲这种邪心，所以讲咧，这个要讲开，就爱验见识。所以讲，我点了书讲用做当年书记真正歹讲，伊拢老师讲拢是伊见识。伊见识咱成就未到，无够清净。要讲这个物件，事实有所本来。当然咧，当然一心就是道场嘛所以讲上行行。所以讲咧，对咱靠利益就是这啦。所以讲咧，超高啊心对咱是无好处。所以讲咧，若要记着念道咧，但就是讲就是爱咱咧，行实践，去捌善，因为互我咧，当然咧，不足一济啦要讲到迄个，咱要做诶物件有所本啦，而且提出来叫咱做一个分享，最后做个身体健康万事如意。